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情招你来回想百几年前繁华闹热台北的大潮店朝阳街，规条街仔的店头多数拢是咧买卖茶叶、做茶米的生意。独独敢若一间店，大门关甲目睭睭，一个主人抱一个幼婴仔跪伫咧店口。大声伫咧咧，伫咧话讲：周成，你甲我出来！你这个薄情郎，你这个负心汉！我对淡水落船、起山沿路共奔，一直来到恁店口，你还阁甲我关门串户，原配车来啊！你敢知？周成的原配月里啊，抱着周成过去，毋捌看过这个幼婴，因为伊还阁长大巴肚的时阵。周成就已经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咧做生意，就是因为有工庄的人消息传转去到泉州，讲周成趁着钱，但则佫带细伊，毋则月里也毋愿。沿路共奔流浪来到周成的店口，讲你安尼关门串户，你都毋得出来面对。关门串户，好朋友，台语4字的成语，关门就已经真凄惨啊！门串搁甲串落，后壁这2字讲加强的，安尼叫做关门串户。话你也继续咧，继续伫咧话讲周成，你好胆抛妻离子，做一款遮尔薄情的代志。抛妻离子，好朋友，台语的成语，原底华语是讲抛家弃厝，啊若抛妻离子，改有口语人听较有，离就是离别的离。话你也伫咧怨叹。讲当初是你要来台湾做头路，搁是我去外家借钱，互你做船租。想起当初你救死济抓，好朋友，这原来同款4字的成语，咱日常对答，讲救抓尔，啥做救死济抓？就是就讲吼，我若违背你，我规家口安怎拄安怎，迄个重抓，迄个毒抓就对啊。外里啊，就是咧花，就是咧休。讲周成啊，你讲绝对袂放杀我，谁知影你歹心毒行，心肝遮尔歹，但台湾另外再娶朋友，拢台语4字的成语，国情用周成过台湾民间的故事集做伙，甲你互相研究台湾人实质的成语学问的所在。